你係唔係每日朝頭早都要靠咖啡嚟提神呢？下晝又忍唔住再嚟多杯，但係飲完之後就越飲越攰，晚黑又瞓唔好。其實你真正需要㗎，可能唔係咖啡，而係另外一杯能夠真正啟動能量嘅飲品。我哋身體嘅能量其實係有限㗎，長期飲咖啡提神，令到我哋誤以為能量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。長期就會透支我哋嘅腎氣，演變成腎上腺疲勞症候群。喺中醫嚟睇，腎係先天之本，代表住我哋身體先天嘅原動力。長期透支腎嘅能量，即係腎氣，就會令到我哋身體免疫力下降，造成慢性發炎。台灣喜悅中醫診所醫師李媛毅喺新唐人健康1+1嘅節目裏面話，咖啡經過烘焙之後屬於偏火性、燥性。雖然咖啡含有一啲抗炎營養素，但係長期過度嘅飲用，例如每日飲2-3杯以上，會加速腎氣嘅消耗，甚至增加心血管疾病嘅風險。2023年發表喺科學報告嘅研究指出，每日飲用超過4杯咖啡嘅人，LDL 膽固醇，即係俗稱嘅壞膽固醇水平顯著較高。壞膽固醇升高係動脈硬化同心血管疾病嘅主要風險因素。咁有乜嘢飲品係能夠真正幫助恢復精力嘅呢？呂醫生就介紹可以考慮用牛蒡、人參等嘅中藥材泡水嚟飲。中藥材同食材補元氣，牛蒡被稱為大力參，歸脾經同腎經，能夠調整脾胃並補強腎氣。飲牛蒡茶對疲勞恢復有好好嘅幫助。對膝關節炎患者嘅研究發現，每日飲用3杯牛蒡茶，能夠減輕發炎同埋抗氧化。動物實驗就發現，老鼠仔攝取咗牛蒡提取物之後，游泳嘅時間同握力都得到改善。同疲勞相關嘅代謝產物就降低，顯示牛蒡能夠提升運動表現，改善疲勞。人參對腎上腺疲勞有好大嘅幫助。研究發現，人參可以調節下視丘、腦下垂體、腎上腺素，改善壓力引起嘅焦慮、抑鬱同發炎性嘅疾病。呂媛毅分享咗人參嘅便捷用法，可以喺疲勞嘅時候將幾片人參含喺脷底。又或者將2-3片人參放入去保溫杯度飲用人參水，可以沖多幾次，直至到冇晒味為止。另外，一啲同人參功效類似嘅藥材，例如印度人參，亦都叫做醉茄；西伯利亞人參，亦都叫做刺五加；仲有紅景天，亦都好適合浸水飲用。彩虹蔬菜同蠔油，如果想真正恢復元氣，而唔係只係透支能量，仲需要充足嘅休息同健康嘅飲食。呂醫師建議食物選擇應該包括多元色彩嘅蔬菜同富含有 Omega-3 嘅蠔油，因為佢哋都具備住抗發炎嘅能力。唔同顏色嘅蔬菜水果含有唔同嘅植化素，呢一啲營養素喺自然界幫助植物抗旱抗寒。當我哋攝取之後，可以對抗身體嘅發炎，同時仲可以幫助我哋對抗癌症。富含不飽和脂肪酸 Omega-3 嘅油包括咗魚油、亞麻仁油。研究發現，多攝取 Omega-3 有助於改善發炎引起嘅慢性疾病，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嘅風險。停止硬撐。現代人由於生活忙碌，追求效率，往往不斷咁忽略咗身體嘅信號。呂醫師講咗一個典型嘅案例，一位母親工作時間長，通勤嘅時間亦都長，放工返屋企立即要煮飯照顧仔女，幾乎冇自己嘅休息時間，瞓覺時間亦都好短，只能夠靠飲咖啡嚟提神。喺生產之後，佢體重飆升，加上照顧小朋友嘅壓力，導致荷爾蒙紊亂，體重唔單止冇減少，仲出現咗口角炎、脫髮、偏頭痛、經期紊亂等嘅症狀。呂醫師對佢講：你好似一直喺度透支自己嘅能量，完全不斷咁喺度付出。我哋要預留一啲時間空間，專門屬於自己，感受一下自己嘅需求，然後溫柔友善咁照顧好自己。呂醫師指出，人從健康嘅狀態走向疾病，其實係有脈絡噶。首先，第一就係失聯，同身體失去咗聯繫，唔知道自己疲勞或者疼痛。
用各種嘅方式壓抑住信號。第二就係失心，對自己嘅情緒感到陌生，唔知道點解憂鬱或者焦慮。第三就係失序，身體系統變得混亂，例如自主神經系統失調、腸胃系統出問題。第四就係罹病，最終導致身心疾病嘅發生。正念找回身體嘅聲音，要停止死撐，一定要揾出一個時間空間俾自己，開始溫柔友善咁去照顧好自己。呂醫生建議，從每日瞓覺之前預備10分鐘開始，瞓覺前10分鐘呢一段時間，唔好為咗其他人，就係為咗好好咁去照顧自己。所以可以做簡單嘅瑜伽伸展或者靜坐，改善睡眠嘅品質，身體就能夠自我修復，好多病症就可以好轉啦。然後進行身體嘅掃描，就好似係同身體嘅每個地方溫柔嘅約會。我哋可以掀埋眼，從頭到腳依次序咁感受一下身體當下嘅狀態，邊一度緊繃，邊一度痕癢，或者溫度係點樣。有時間隨時都可以做。當我哋發現肩膊有啲緊，頭有啲痛，就可以鬆鬆肩，飲一杯水。除此之外，亦都可以善用通勤嘅時間，例如從公司返屋企嘅嗰段時間，或者準備進入會議室，都可以透過幾個深呼吸嚟幫助自己穩定身心，將工作嘅情緒放低，或者為跟住落嚟嘅任務做好準備。如果疲勞嘅狀況幾個月都冇改善，可以請中醫師去調理下身體。慢性疾病嘅患者通常可以服用補腎嘅中藥。如果患者伴隨住有壓力好大，仲要調節肝嘅能量，因為肝對壓力非常敏感，可以透過針灸嚟改善壓力造成嘅發炎同身心失衡。唔好再俾身體悄悄咁累積壓力同發炎，俾自己一啲空間，一啲耐心，身體先至會回報俾你真正嘅活力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學習更多實用嘅中醫養生智慧。我哋下次再見。